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5月初3公视第一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仔日无增加病例，敦睦南队的人员检疫隔离的期间到，检验若拢无病毒，这人员就通转厝管理健康。国内疫情渐渐平静，新北市决定把公家遐无通风的场所关起来，措施按明仔载开始分阶段放令。美国豆豆放令经济活动，纽约的中央公园所标人镇警察局只好派警察一起社交安全距离。台湾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也咱的海军敦睦舰队的人员检疫隔离的期间到今仔日，检验若拢无病毒，这人员就通转厝管理健康。另外，指挥中心宣布，未来会伫海军舰队佮有重要的军营甲港口配送检验病毒的试剂甲仪器，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海军敦睦舰队爆发互相烧话事件了后，调转来集中隔离检疫。伫初三阶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礼拜早起开始对713人进行出关进境的采检，若是呈现阴性证等个数的，不过有关爱自主健康管理。国防部已经安排大型巴士伫等，伊为着避免未来远航训练搁再发生相款的代志，会在准定配置检载机器。类似敦睦支队这种长期要在海上巡弋的团舰，我们会在舰船就会配备这个 PCR 的检测仪器。那其他的部分，我们会在几个重要的海军营区、阵地、港口会做必要的配备。国防部搁再为互相烧话事件来核实的，强调应甲指挥中心建立沟通的平台，强化联络，避免搁再发生相款代志。离台湾昨礼拜无新增加确诊病例，维持432例确诊。指挥中心分析，台湾已经连续21天无新增加本土病例，这阵疫情算讲真少，民众一定爱保持社交距离，挂嘴暗，定定洗手这习惯，才法度继续走下条。那确实看起来，台湾在社区里面这样的一个风险越来越低。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更是我们需要戒慎恐惧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把个人的防护放松，整体的疫情也要看我们个人的防线能不能做好，并没有要求太多，但需要做得很确实。指挥中心以国际疫情为例，在1918年国际爆发会死亡的流感疫情，全世界大约有1/4人口被感染。当时美国的圣路易斯第一时间采取甲学校甲教堂关起来这一系列的做法，死亡率比其他城市较低。疫情较热了后，却是因为各项管制放松，出现另外一波疫情，死亡人数快速上升。所以呼吁民众对到疫情较热一定不用放松。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连续21天无别本土的案例，新北市就决定把公家遐无通风的场所关起来的措施，按明仔载开始分阶段放令。第一阵包括博物馆、艺文中心、佮图书馆，民众出入拢要徛名挂嘴暗，遵守社交安全距离的规范。提出个人证件登录系统，也是直接来写资料决赛入馆。为着防疫部署，新北市对于3月下旬开始，就甲公有的封闭型场馆关起来。你看到这阵疫情较热，决定渐渐来开放，包含博物馆、艺文中心、图书馆的阅览室甲自修空间在内。小朋友原本的很多活动都是在图书馆，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有假日的时候可以带他们来。对，那就等政府的政策怎么样，我们就配合。很开心，看书或借书。想要入去图书馆，民众爱采实名制登记，入馆了借册、行册排队，拢要保持安全距离，并且鼓励使用消毒病菌的箱碗。阅览室甲自修室全面采用梅花座，而演讲厅甲小型演习空间继续关起来。馆内工作人员除了挂嘴暗，也要挂好目镜。实名制人流的管控，更重要，位置里面全部确保社交距离。戴口罩，量体温，从2000个座位降到900个座位。这些场馆在确保安全为底下做调整。分阶段解除禁令，有关坚守实名制，挂嘴暗甲人流管制。新北市也在测试重新开放市立体育馆。德光国民运动中心这最间运动场馆，婚姻官是讲会看疫情状况，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逐步解除。李国勇市是讲会阁再来审慎评估。
依照中央疫情管理中心的建议，勘察地方的综合状况，长照中心家人探视上面逐步放宽的措施，盘实践相关的追踪啊，还有相关的在开放场馆的态度上面，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来看。运动赛事的部分，那艺文活动。那甚至像在这个登山的山庄等等，那对餐饮业的部分也是。那中职联盟他们初步已经送进来的计划，大概初期会开放给观众入场的部分，大概在250人左右。除了新北市暂时开放作为，指挥中心也说明表示尊重，因为地方政府有做好空间管制甲路线规划这项目，会用逐步开放。未来看疫情进行适度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台湾的疫情有较冻点，不过防疫的事工也是唔通大意。云林六邦妈祖取消绕境，过路的活动简单办理，也因为民众烦恼病情高烧话，唔敢坐游览车，所以南投德山的朱连宫参与的民众是大减少。庙前广场也有商店街的人拢无偌济，连少发财金的服务中心也无看到排队的信徒。香火真旺的南投德山指南宫，每到假日会当讲是人山人海，连停车场拢爱排队。也毋过即摆5月连假人数却无像以前，庙方统计甲以往比至少少一半人。较早啊，像这连续假日安尼吼，一天拢车5、6万人，有对吧？即摆来我看起来吼，大概检查要1半，车存在2、3万人。庙方观察，家己开车前往的民众并无减少，也毋过游览车团客却剩无到1成，应该是民众烦恼坐游览车有团体感染的风险，规矩就暂时莫来朱南宫拜拜。人潮应该是比往年的这个人价吼会少了一些啦，因为往年啦就这个游览车吼，大概一天都有200多部，啊，昨天哦就3部，啊前天1部，所以讲迄个游览车的人数就减真济去啊。云林六邦妈祖过路西境活动，当年拢有超过10万人参加。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烦恼造成团体感染风险，头一摆取消西境活动，只有过路仪式如期进行。整个活动仪式简化，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拢爱挂吹暗，并且爱量体温。前3日透早，由云林县长张连生等人踮起马炮过路活动正式开始。那简化新增文物交接的流程，所有过路人员拢爱签名登记，并且管控参加人数。伫维持传统宗教活动的同时，也爱将防疫做到8九九。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南投的消息。南投日月潭的景盛楼大饭店是统台湾唯一一间宫庙经营的观光饭店。不过，受到疫情的冲击，饭店运转过大已经损失2000多万。业者表示，未堪抵挡，决定伫5月日来甲饭店收起来。5月连假加上国内疫情有较好，真侪民众来到日月潭行行咧。虽然日月潭目前属于大水期，嘛是无影响民众出来佚佗的心情。不过当地老牌厝的景盛楼大饭店，煞突然间传出要经营到5月26号，员工拢感觉真唔甘。因为我们都有感情了啊，对呀，住这边也蛮近的啦。业者表示，景盛楼大饭店早年是文武庙的商客大楼，后来经过南投县府的辅导，转型做合法的观光饭店，是全国唯一由公庙直营的饭店，经营已经超过30年。不过为陆客减少了后，近2-3年继续累积亏损，今年搁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亏损达到2000多万。目前有2个方案，一个是整栋出租，就是延续来经营；第二个就是整栋拆掉，重新盖比较高档的一个饭店来提供服务。目前他那个大量解雇劳工的计划里面是有达成相关的决议如果说将来还是有劳资争议的话那也欢迎来我们社劳处这边来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景盛楼唔那是日月潭风景区第一间因为疫情停业的饭店，嘛是南投县的第一间。统计总共有26个员工会被资遣，业者已经协助部分的员工转移到当地其他的饭店。业者强调一定会遵守劳基法相关的规定，确保员工应该有的权益。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新竹市有民众囤大量的医疗喙罨，一袋喙罨的价值也关至20块在卖。警察经过线索，分几哪路追查，买手查到将近51万袋喙罨，抓到7个嫌犯，即马到新竹地检署侦办。
1323334。警方人员一直咧清点，一个贴甲比人较悬的纸箱啊，内底装的拢是防疫爱用的水饵。警方接到报案，讲有人囤真多，结果以比市价较悬的价钱卖出去，趁防疫期间要甲伊大赚一个。有人利用社群网络软体来兜售医疗用口罩，那而且价格是高于市价。那我们在接获这个情资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行动搜证。新竹市联合台中桃园这个所在检警人员来追查，先是在4月29查到4案查甫人甲女朋友，伊每一个16到20块，要卖予亲戚朋友。所来查到卖喙暗予2个人的姓李的查甫人，并且伫伊的小客车后车厢查到6000外的喙暗。检警顺着线索一直查去，查到位伫桃园的上游姓钟甲姓卢的2个人，还有卖喙暗的大盘位在台中市的仓库。总计拘提王姓嫌疑人7人到案，查扣医疗用口罩51万片，全案依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检警表示，后续的牵着对查喙暗来源加强会工厂，并且呼吁大众碰价来卖这防疫物资，应依法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块以下罚金。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大约有一半就按即拜六礼拜开始放任经济活动，不过疫情拖到上接来的纽约这州并无跟对，也民众趁好天出门行打纽约的中央公园，搁再现人阵。地区警察局派上千名警察管制民众，唔通过头挖紧。纽约市新冠病毒病例最近继续减少，哈德逊河边贾维斯会电中心所改建的亚健病院，初一晚上最后8名患者出院。正上岁时阵，不收治1095名患者。医护甲军方协助人员还好病例清空。中央公园的亚健病院也停止收治新的病人。有计2礼拜了后，成功退出，加任务高兴予纽约市正规的医疗体系。而初二是最近几礼拜以来，美东上界温暖的一天。真久无出来，纽约客纷纷出门来享受日头。中央公园的草坡顶面，拢是来野餐的人，慢跑散步的人也真多。纽约市警察局派出9000名的警力，控制予人莫伤活。纽约州长张古报告，天气较烧热，大家一定会出门来活动，不过爱尊重防疫安全距离，必要时阵爱挂喙暗。疫情上严重的加州甲纽约州2位州长犹原坚持，袂随便放宽社交甲经济活动的限制。防疫限制命令已经造成全美3000多万人无头路，地方政府压力真重。德州、乔治亚州首先重新开始经济活动，也带动全美将近半数州得安尼做。在5一劳动节长假，东部开放部分限制。德州批准餐厅、购物中心、电影院、图书馆开放，不过来客人数限制在原本的25%。若是感染率继续下降，5月18日开始将会进入第2阶段的复工。A lot of hungry sneakerheads come in today. We buy, sell, and trade every day, and we're back open. 镜头转来到南美洲，巴西甲委内瑞拉为了防止疫情拓开，最近分别对加额进行限制探访甲送餐的政策，造成受刑人大不满。巴西的马瑙斯州发生犯人劫持压境的事件，经过5点外钟了后，危机才解除。而委内瑞拉西部一座家角初一发生闹会暴动，造成47个人死亡，75人受伤，被暗砍为犯人逃走事件。加小人权团体要求官方解释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这边西班牙严格封锁49天了后，这个政府宣布，按5月初2开始，成年人逐天会使出外运动1点钟。总理桑切斯阁下令5月初4开始，民众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拢着挂喙暗。也法国这边决定将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延长到7月日时。慢跑、骑脚踏车、拍拳，甚至冲泳，西班牙民众经过49天全球上界严格地处封锁，初2开始将会使甲厝内底人斗阵每天出门运动1点钟。有讲年龄层的出外时间分开，真侪人来到公园海边享受日头，甲过了真久的自由。I think that it's very great to go out, so I decided to run today. And I feel like in a historical moment, like with everybody out like this. So
I'm very happy about this, and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quite respecting the rules. So. 7礼拜严格封锁已经甲疫情控制，最近大日死亡人数快速下降。西班牙总理桑切斯顶礼拜推出4阶段解除封城计划，预计6月底进入稳定的新常态。伊车里宣布，初时起坐大众交通工具一律强制爱挂催安，来防止疫情搁再失去控制。政府会在各交通重要所在发600万的催安。初时开始也放宽一小部分的商业限制，包括民众会用去餐厅、咖啡厅买炸出去，册店、头毛店甲其他零售店会用接待事先预约的人客。桑切斯也要求国会延长5月初到9期的紧急状态。而法国虽然新增加感染人数甲死亡比例也在稳定减少中，政府也宣布5月11开始慢慢解除封城的计划，也过为了降低疫情搁再爆发风险，卫生部长为防车里宣布，对3月20日起实施的公卫紧急状态，月底9期了后会搁再延长2个月，一直到7月20日。记者综合报道。也中国一再表明，因国内疫情渐渐平静，不过伫咧东北边哈尔滨疫情是哪逼哪严重，到今也无通控制。所以官方下令哈尔滨的民众敢若通甲食食包汤去吃，禁止伫餐厅内底用餐。中国的5一假期连续5天，比疫情迄个被害民众出现报复性的旅游。虽然景点实施有约制甲重量管制，也毋过像山东泰山5月初1特别太晚，疫情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的餐厅又开铁门迎接人客。天津活动扫码传染。天津的10间夜市也恢复营业，无愿意跳过5一大来消费力。好久没有来过，来比较放松心情，挺好，适合年轻人。现在的话，这一天得卖个1500-1600吧。在将来的不久，我相信人流会起来，带动大伙儿的消费。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5月初1新增确诊只有1个为境外移入，从疫情通报来新加初2也只有增加2件病例，其中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1例为山西本土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依照官方提供的资讯，看起来像疫情累落来，也毋过乌龙江省爆发社区团体感染，近期哈尔滨被外界看作武汉2.0。江边全部拦截啊！有网友翕到武警伫松花江烟花集庆，不准民众聚集。哈尔滨官方也发布紧急通知，初2开始禁止民众伫餐厅内底食饭，不让堂食，然后我们只能做个外卖什么的。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4月份的中国新增本土病例超过60%来自乌龙江。虽然5一连假以来，官方对外发布的病例数据乐观，乌龙江也无过新增案例。不过哈尔滨对餐饮业用新的防疫措施，又还显出当地疫情还未得到控制。记者综合报道。看倒转来，咱台湾高雄市三民区大连街这边一栋透天厝，伫今仔日透早火烧，有2个大人甲3个囡仔因为未赴得命来不幸。透早7点外，民街大火，地点伫高雄市三民区大连街透天厝3、4、5楼，一个也被大火烧掉。消防队出动分批车，为管的所在一直对民街抓水，1楼的水线也继续拍火，将近8点，火势得到控制。消防员想要为分批车降破玻璃窗，火却再度烧起来。消防队继推救出厝主洪阿某，伫1楼吊急的等待，因为住伫4楼查某囝一家5个人，全部掉伫火场。陆续伫8点外救出来送医前已经无生命现象抢救了后宣告死亡。里面都是高温的，他们只能躲在卧室里面。那卧室的隔间又是易燃物的一些装修材。所以火灾量很大。透天厝厝主是前高医世来院长，是南部心脏内科权威。查某囝囝婿也拢是家医科医师，甲2岁、4岁、3、5岁囡仔住伫4楼。消防员进入火场救援时，一家5个人揽做火。囡仔都拢往生去啊，也做无差，拢虽然就是着看到4、5岁啊。很不舍了。它的窗户都是属于类似气密窗，强化的气密窗，加上它又加装那些铁隔窗，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没办法做破坏。
上桥指出，透天厝全装有铁窗，搁加上强化玻璃，地势室内高温浓烟，消防队抢救不简单，民众多生困难。导火点技术伫2楼楼梯间，下昼2点外，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会同警方甲消防局火调科人员正伫火场勘验，特别针对2楼楼梯间加停留询问消防人员。检察官停留大约40分钟了后，无讲一句话离开。隔间格局有关系吗？是不是电器铁窗这一边有问题吗？透天厝导火原因，检方也等待厘清，也毋过初步已经排除厝外火源引起。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北一名5岁查甫囡仔受虐待，毋过这查落才发现，这个囡仔6个月大时，就捌着当送上病院互安置。所以社会局紧急介入调查，依法强制甲囡仔安置好势，刷了会甲代志的头尾李浩清。一张受着虐待相片，查甫囡仔详细，互人感觉惊吓。2016迄当阵，才6个月红仔就捌因为受着虐待，脑部甲正骹拢受伤，也通报做重大案件。囡仔互社会局强制安置，毋过即马转去到原生的家庭，却又搁互义母发现耳仔甲骹腿有乌青的伤痕，怀疑是互爸母搁虐待，就紧通报互社会局。3月的时候，保姆那边有发现说他又受伤，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处理一下，就是他大概就是耳朵跟脚那边有伤势。台南市社会局表示，今年3月初经过评估会议讨论了，认为若加强关怀辅导，同意这个查甫囡仔转去到原生的家庭。不过，即马煞互人发现有新的伤势，爸母煞坚持讲是查甫囡仔捌动过脑部手术，行路袂知跌倒造成的。社会局为着安全的问题，就甲囡仔强制安置，也启动相关的调查。返家以后又有伤势，那虽然不知道伤势从哪边来的，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小孩子可以比较安全，那我们有先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先安置。社会局讲，目前是以专案处理，照儿童甲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紧急甲这个查甫囡仔安置。不过，根据社会局的资料显示，这个查甫囡仔的家庭是低收入户，老母也有中度身心障碍手册，厝内底兄弟姊妹也有发展慢的问题。外界是唔知影为虾米要互这个查甫囡仔转去到原生的家庭。不过，社会局强调会搁照调查的结果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咱台湾伫咧路途较遥远的东海岸，有17名外国的新妇无私奉献，入去部落内底照顾弱势，打倒博物馆的负责人，把这故事收集起来，出版做册，就是要鼓舞民众斗阵为社会出一份力。伫台湾上界偏远的东海岸，有一寡外国天才来台湾奉献一生，照顾困苦的百姓甲精神邻遮的社会弱势。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以文字甲影像记录这来自法国神父的感动事迹，推出新册《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担任共同主编也是故事主角之一的神父刘一峰，看到新册出版，一直讲感动感谢。我先是感动，第二是感谢像在部落的老百姓的生活，我们也觉得他们都很可爱，我们也变成他们的一份子。来台湾50多年，已经规划台湾籍的79岁刘一峰，秉持无人是废物，更加无任何人应该被放弃的大爱，在玉里天主堂收容身心障碍人士，也长期照顾精神人、家己一人带老人这弱势。伊的大爱，互当地人叫做玉里的法国爸爸，牺牲奉献超过半世纪，有反笑嘛目屎。进前伊用来带到启智中心学员做资源回收的回收场，互回收了，一摆一摆考验，伊依然勇敢带到这囡仔重新向前行。我跋涉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从最原始基本的语言开始学起，然后以服务为目的，帮助社会上贫苦弱势的人。新册以文字甲影像详细记录17名法国神父在东海岸奉献的身影，除了传教以外，更加多是深入当地甲民众互动，来呈现这个外国神父对部落用心。而卖册收入会转属交予刘一峰神父的基金会，让这份爱心继续蔓延，帮助更加多社会弱势人。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报。北部地区上加23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4度；
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5度；东部这边上加24度，上悬32度；瓜岛地区上加21度，上悬31度。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吼，咱讲西边的西，啊，是安怎奇怪？西瓜就特别讲西，因为西瓜较早是中国吼，无伊西语也传过来，所以就家己叫因个叫西瓜嘛。影响到咱这漳州甲泉州的音吼，就用因个官话音叫西。如果这是瓜，吼，啊，迄来同啊，就连母啊，甲连什么关系？啊，甲母什么关系？啊，是因为迄个配啊。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大电。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网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啊，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做囡仔歌。罗马字写做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2条啊第2条，呱第1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算放假的时，就会哪算哪念。1放假，2放鸭，3分开，4烧塔，5打兴，6拍手，7围墙，8摸片，9扣耳，10扣起。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风直直落，真难伊要带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仔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点马甲，点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烂烂，摇开囡仔流水烂。这条点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点马甲黏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活骨好闲，
放鸡啊！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